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本澳中年男同兩名任職保安嘅內地男外僱結怨，日前喺新口岸重遇對方發生爭執，並以錄音筆記錄爭吵過程。期間兩名男外僱對事主施以拳腳，有人乘機搶走錄音筆及500澳門元現金。事主逃離現場並且報警求助。司警尋晚喺區裏邊截獲兩名疑犯，調查期間兩人拒絕合作。兩名內地男外僱分別姓姚同埋姓樂，年齡38歲同埋44歲，涉嫌搶劫同埋傷人，被移交檢察院跟進。司警10月23號朝早大約9點接獲治安警轉介，指新口岸某街道發生搶劫事件。事主稱之前喺新口岸一帶同工作期間認識嘅兩名男外僱結怨。案發當日早上7點幾途經上址，同兩人發生爭執。事主以錄音筆記錄爭吵內容，樂某見狀推倒事主並拳打腳踢，而姚某強行搶走錄音筆及500澳門元現金，導致事主身上多處受傷。事主逃離現場向治安警報案，報稱損失800澳門元。案件隨後轉交司警跟進，司警調查之後鎖定疑人身份。尋晚喺新口岸一帶截獲兩人，調查期間二人拒絕合作，但係有證據證明兩人同案件有關，對兩人落案移交檢察院偵辦。